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Daisy，美國加州註冊物理治療師，有27年嘅臨床經驗。如果你嘅膊頭痛或者膊頭有咔咔聲嘅情況出現，又或者你覺得自己姿勢唔好咧，可以嘗試呢一個 WU 彈力帶嘅動作。重點唔單止係將條帶擘開，而係膊頭要向外轉。所以當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，手板應該係向前，手踭係指住下面。基本上好似你客人嘅手勢一樣。如果你仍然係有膊頭痛嘅話咧，不妨翻去我嘅頻道睇一睇其他嘅動作，譬如好似係牆上天使翅膀同埋其他練習膊頭練力嘅動作。希望你哋再翻嚟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